是叫我需要主耶大慈悲，就听我主的声，就会欢喜。求主应点我心里，是叫给我智慧，我已无只好福气。我来求你，是叫我需要主，你若困我，一日拢无开力，通袂晓我，求主应点我心里，是叫给我智慧。我已无只好福气，我来求你，是叫我需要主，无论何物，求你甲我无你，才有安乐。求主应点我心里。是叫给我智慧，我已无只好福气，我来求你，是叫我需要主，一生一世，真爱做你的囝，有等无变。主应点我心里，是叫给我智慧，我已无只好福气，我来求你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平安，今仔日咱要来做伙读尼希米记第10章第1节到39节。第1节到39节是讲城墙起了后，为着信仰的复兴，全民族伫上帝面前立约，签名单是指全民族的领袖尼希米、西底家、祭司长、利未人甲一般百姓领袖，照顺序来记录。对第10章开始进行社会改革，以及重新徛起的情形，但是这进程内省爱搁一过整顿信仰的态度，这是真有智慧的处理方式。28节以后，也就是立约的实际内容，伫这搁一过确定。当时以色列百姓违背律法的基本规定，搁记录着百姓的觉悟。这时，咱来开始今仔日的圣经共读尼希米记第10章第1节到第39节。大先，咱来读尼希米记第10章第1节到第8节。看因的人有哈加利亚的囝省长尼希米，甲西底家。阁有祭司西莱亚、阿撒利亚、亚利米、巴西胡尼、阿玛利亚、马基亚、哈突、西巴尼、马洛、哈林、米利伯、俄巴底亚、但伊利、金顿、巴洛、米苏兰、阿比亚、米加民、马西亚、别该、西玛亚，这是到第8节。签名的是哈加利亚的囝省长尼希米甲西底家。第1节到第17节是立约签名的人的名单，表示伫第9章所做的是全部百姓的认罪祈祷，全部伫遮咒詛。遵守甲上帝立的约，
甲外别人要断绝关系。名单内面总共有84个人，包括尼希米在内。尼希米是省长，阁是第一个签名的人。煞尼希米了后是西底家，也叫做撒督。这个人可能是记录这件事的书记，也可能是贵族。煞接所有祭司的家族头人，对大祭司西莱亚家族来开始。第20到第21名的祭司长名单内面，至少15个是家族名。以斯拉是当时宗教界的第一领袖，因为以斯拉属于西莱亚家族，所以伫遮看袂到伊的名。煞接咱来看第90到27节。第9节，还有利未人阿散尼的囝耶稣阿、希那达的囝宾雷、甲列，以及因的亲族示巴尼、何地亚、基利他、比莱亚、哈兰、米加、利哈、哈沙比亚、撒克、示比、示巴尼、何地亚、巴尼、比尼诺，还有人民的领袖巴洛、巴哈摩阿、伊兰、撒土、巴尼、布尼、阿甲、比拜、阿多尼亚、比吉瓦伊、阿丁、阿特、基西加、阿索、何地亚、哈顺、比赛、哈拉、阿纳图、尼拜、瓦比阿、米苏兰、伊色、米士撒别、撒督、阿多阿、比拉提、哈兰、阿乃亚、何塞阿、哈纳尼亚、哈述、哈罗赫、比利哈、索巴、利红、哈沙纳、马西亚、阿希亚、哈兰、阿兰、马洛、哈林、巴纳。利未人的名单，耶稣阿、宾雷、甲别、甲所罗巴伯作为归回的利未人的名单，耶稣阿、宾雷、甲别是甲所罗巴伯做伙归回利未三大家族。其中7名是以斯拉宣读律法的时，律法书的时，伫百姓中有重复宣读，佮解说律法的人。哈沙比亚是甲以斯拉做伙归回的利未人。百姓领袖的名单，对巴洛到瓦比亚的名单是家族的名单。这个名单伫字甲排列顺序有一寡无同。而且佫含那像家族名甲个人名拢参做伙。过来，咱来看第28节到29节，读的内容。28节，其他的人民、祭司、利未人、圣殿的守卫、献司的、圣殿的工人，以及所有甲列国人民断绝关系来归顺上帝律法的人，甲因的某、因的囝、查某囝，以及会明白代志的，拢支持遐做领袖的同胞，就抓宣誓，要遵趁上帝通过伊的仆人摩西所传授的律法，要持守遵行上主、阮的主一切诫命、命令甲规例以上。第28节，其他的人民。所列的该章甲以斯拉第2章第70节同款，无欠一类。以斯拉第2章第70节讲，对安尼祭司甲利未人以及一部分的人民，负责献司的、圣殿的守卫甲圣殿的工人，拢住伫耶路撒冷附近的地区，其他的以色列人住伫家己的家乡。说明规个民族拢同意约书的条款。
28节中节讲，以及所有列国人民断绝关系来归顺上帝律法的人，是指离开留伫比利亚所在的以色列人有加新的群体入来。伫以斯拉第6章第21节讲，流亡倒来的以色列人，以及离开异教归我以色列人敬拜上主以色列上帝遐的人，拢食半过节的羊羔。第28节，因的某、因的囝、查某囝以及会明白代志的，拢伫约书的顶面签名。这是无下同乡的惯例啦，但是所有会明白约书的意义的人，拢稳准参与伫这个神圣的仪式。29节，咒诅宣誓，咒诅也是祝福的咒誓，甲立约有密切的关系。因为上帝永远是用花代价换来的生命的约，所以若认真遵守，就得亨通的福气；反倒就受灭亡的咒诅。续接，咱来看第30节。第30节，我无要将阮的查某囝嫁互即所在的外族人，嘛无要互阮的囝娶因的查某囝。以上，律法中禁止甲外邦人通婚，这毋是咧看轻别的种族，是为着维持对耶和华信仰的纯洁性的社会规范。所以以斯拉、尼米、马拉基这先知，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形，搁较用心处理这个问题。但是咱会发现，以斯拉改革以后有偌久，通婚的问题又搁诚做大的问题。伫尼米记13章23节讲，伫迄段期间，我看到犹太人娶阿实突人、阿门人、摩押人的查某囝做某，所以无要甲外族嫁娶是一个大的问题。所以，咱来看31节到33节。31节，安息日也是圣日，即所在的外族人若带商品，也是五穀来卖，我无要甲因买。每第7年，我无要种作，嘛无要讨欠阮的债务。第32节，阮规定每年，逐个人着奉献4公克的银，做上帝圣殿的路用，包括献祭的饼、经常献的素祭甲烧化祭、安息日、初一、节期的祭物，甲以色列人赎罪的祭，以及咱的上帝殿内所有工作的费用。以上，尼米记10章31节到33节，这几条可能是尼米为着端正13章15节到22节所记犹太人所做歹的代志所立的定例。伫安息日，外邦人来卖商品的时，有可能断定只是卖商品，并无犯安息日。但是因为迄种达达地利的代志，守安息日会受到影响，所以就莫做。31节，每7年，我无要种作。根据律法，这年土地爱休耕。6年内，你着伫出埃及记23章第10节到11节，讲6年内你着耕作，着收成农作物。第7年着互土地休困，无耕作。你的人民中间的善食人通食土地自然出产的物，因食剩的通互野兽食。你的葡萄园甲橄榄园嘛着安尼做。伫列王记的时代，这条法律无啥咧实行。几回转来了后，嘛是搁违背这条律法。所以无论怎样坚固的信仰咒诅，若无真实，安尼就会因为政治、经济利害关系马上改变。31节尾段欠阮的债务，
字面上的意思是指用手写所画的约书。这无问题，这贵族甲长官嘛是无顾到无偌久进前尼米的指责，甲百姓对这咒诅所做的咒诅，拢无照做。这个问题重新佫浮出来，所以无论怎样坚固的信仰守则，若无真实，安尼也是会因为政治、经济的关系会歹执行。32节到33节所讲的殿税是每年收来维修圣殿的税，本来是无的。伫出埃及记30章13节指定，在伫人口统计时缴纳6公克的银予圣殿，但这是无共款的代志。波斯王第二乌一世甲阿达西斯一世虽然拢有讲要赞助圣殿的建筑，伫以斯拉第6章第9节到第10节，第7章第21节到24节，但是煞无关运作的经费。伫以斯拉第7章21节到24节，也可能只是指继续的援助。支票伫第二乌甲阿随鲁的时代已经成做经济标准。银票的无益伫这段时间才开始，圣殿的运作也因为安尼就需要金钱上的资源。第33节，这个献祭饼用幼米粉烘的，每安息日摆伫耶和华面前，总共有12个。咱过来读34节，照律法的记载，阮这祭司、利未人甲人民抽签决定，照宗族逐年定期献茶，通伫祭坛烧祭物献予上主，咱的上帝。以上，祭坛上的火爱规年通天倒咧，要互献早暗时通用，所以需要大量的木材。但是这是头一季来做经常奉献的项目。可能圣殿财政情形无像以前遐尼好，所以规定由各族抽签决定轮流供应。伫犹太律法遗传集内面有讲，有关祭坛的用茶，除了葡萄藤甲橄榄树以外，任何木材拢会使用。以上，咱煞接来读35节。35节，当年我要伫地上偷水的五谷，甲逐款树、粗细的果子，带到上主的殿。这是尼希米改革的重要部分之一。这是因为偷水的五谷、粗细的果子，主要要使用伫维持利未人的生活上。因为利未人专心侍奉圣殿事工，守瓦克各支派百姓献予上帝的祭物。36节，我要照律法的规定，将阮的大囝头上生的牛羊甲精生带到上帝的圣殿，交予伫圣殿咧服侍的祭司。以上，人的大囝甲无清洁的精生，拢爱用钱赎回，因为赎回，所以圣殿有一点仔金钱的收入。37节，我要将上好的面粉、奉献的祭物，甲逐款树的果子、新酒以及甲新油，交予祭司，放伫上帝圣殿的仓库。佮将阮的土地收成10分之一，予利未人。利未人会亲身来阮建造的城收出产的10分之一。38节，利未人去收10分之一的时，就有阿伦的后代一个祭司甲利未人做伙。利未人嘛得将10分之一的10分之一带来圣殿，收入库库内的仓库。39节，以色列人甲利未人就将因奉献的五谷、新酒甲新油带入收藏圣所器具的仓库。
值班的祭司守卫献尸的，嘛伫踮遐，安尼，阮绝对无要弃杀阮上帝圣殿。百姓所献的土产，37节，百姓所献的土产，利未人对1/10收入来1/10，这个奉献拢放伫收藏圣所器具的仓库，互当一个祭司、顾问的甲唱歌的生活路用。百姓若会当为圣殿照实奉献，尽32节到39节所规定的本分，圣殿就会当顺序来运作。1/10，这是甲利未人甲祭司长的生活有直接关系的奉献。后来因为无实际遵守，担当圣殿事工的人只好为生活来离开。伫利未记13章第10节就有讲，我嘛发现利未人印得的份额无互因，当一个利未人甲献尸的却着倒去家己的田园做事。39节上落尾，无要弃杀阮上帝圣殿。以色列百姓一直无注意伫上帝殿，个人起造家己的家，煞无要修起上帝圣殿。伫这个过程中所看到的，以斯拉、尼米等的信仰改革运动，若无马上执行，这个改革会因为百姓的无忠诚，犯了真侪实行的错误，佮对以色列整个历史会当决定差不多拢无遵行。伫以色列历史上，真清楚来看到人性的对落。马拉基书3章第8节阁有讲：我问恁，人偷摕上帝的物，敢对？恁竟然有人偷摕我的物，恁问我怎样甲你偷？恁就是无照规定奉献1/10甲其他的关系。伫约翰一书第2章第27节讲，对恁来讲，恁对基督领受的圣神踮伫恁内面，就无需要别人甲恁教示，因为这个圣神要教示恁逐项代志。伊的教示是真的，毋是假的。安尼，就照圣神教示恁的，踮伫基督内面。通过以色列的历史，咱知影，若要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就绝对需要圣灵的说明。佮无完全佮无容易顺服的人，只有通过圣灵的工作，才会当行正成的路。今仔日金句我选尼米记第10章29节，拢支持遐做领袖的同胞，就大宣誓，要遵趁上帝通过伊的仆人摩西所传授的律法，要持守遵行上主，阮的主一切诫命、命令甲规例。今仔日圣经读到这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听我的天父，当阮来到你的面前的时，因为阮对你的本性，阮犯罪颠当，亲像浪子转去到因老爸身边，求你赦免。毋过阮的心软弱，时常照着有家己的意思，无照着你的话来行。求你柔软阮的心，互阮有顺坦的心，因为听从比献祭较好。若认真遵守，就得亨通的福气。因为你赐福的福气，互人富足，内面无掺忧苦。伫你的内面要有平安喜乐，你要做阮的帮助，也要做阮将来的盼望。伫你的阴影的下面，阮要安心徛起。求你互阮每一天拢顺坦你的旨意来行，来荣耀主你的名。我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